较地拄着诶。好。先那鸦片哦，莫去冲错了哈。喂，高董，我是 Christine。哎，高董，跟你 check 一下，今天晚上有什么时间可以碰面吗？啊，好，好，待会见啊。哦，都新货呢哦。哎，圣诞一百很便宜呢。就修呀。修的。这摊子都没人顾，不怕等一下光碟都被人家偷光了。啊，不然你可以试看看啊。唱啥声？你规张耍手机啊？你啥？家都免顾的哦，只有摕了厉害啦。是。回去报报的啦。好啊。好，莫卡卡包的，好。手机给收起来。喂 ，George， 你把那个高董的合约准备一下。对，我现在在回台北的路上。高董案子超过2亿，明天就要签约。我告诉你，你给我小心一点哦，不要出什么纰漏，听到没有？好，拜。哎，头家。阿强啊。哎。我生意袂歹呢哦，照换啊。啊，你可能这老朋友咧甲阮交关。那有影是你物件好食啊无？哎，你这个月。好。头家，秘鲁个菜两罐来。啊，好，拜。OK。马子啊，你是新人，做事要勤快一点。是。人家说啊，不打勤不打懒，专打不长眼，对不对？来，啤酒来，秘鲁来，来，喝酒都不用找人了。嘿，老板你好，老板，这边菜怎样？还可以吧？我刚好叫老板多炒2样再算我的啦。头家，菜2盘来剩我，我交代啊哈。好。老板，来叫5星座。哎，老板，哎，我那朋友啦，我卡斯的好朋友。我常来这边，对，这边菜很好吃。老板，哎，我敬你们，来。佳佳，要喝嘛？唔爱。等一下，还迄空用顶卖惠山的款式。不过啊，这行都菜脯店鸡片，银行都雅士的鸡头哦，吼。鸡迄有款迄个乖乖人老唔讲法，夹红色。啊，还有啲冻球的啊，有冻到冻好的人，你始终唔得去哦，哈。然后差唔多8点。那12点以前做施工，哈。妈妈要点停车呀片等呐，这银行的路线时间没差唔多诶，要过来等妈妈哦，哈。妈妈，唔要爱小心哦。好。好，出发。这个去。哥哥，你要不要买口香糖？谢谢。
不要买口香？谢谢。姐姐，你要不要买口香糖？谢谢。姐姐，你要不要买口香糖？谢谢。叔叔，你要不要买口香糖？谢谢。你要不要买口香糖？怎么卖这10元。？10元啊。这也10元。好啊，10元啊。嗯。这个这么晚了还在卖呀？嗯。乖，来，谢谢。谢谢。叔叔，你要不要买口香糖？买2条。好。等一下哦。没关系，不用找我。乖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没关系，这边20啊，给你50好了。好，谢谢。哦，谢谢谢谢。哥哥，你要不要买口香糖？谢谢谢谢。哎，阿哥，啊，像讲我来我捌看过他。哎，香哥，嗯。 三龙高档是双股戏的，好3点买书好的，等一下定股戏，顺利需要2摆笑。这钱。好，抽啊！好。来，哎，老姜哥啉酒啊！哦好啊。来，阿英啊，我叫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妈，我不是跟你讲过我很忙吗？你还一直打一直打。买滴啦，知道还一直打。还是香港难得去街位啊，我也当小转去，就拜托啦。顺沙迄人也买几只猪笼搬转来啦，买地位啦，做得么？啊，我每天工作这么忙，你就一直叫我买这些买那些的，台北都有啊。跟米托无共用啊，我当叫无适度咧，唔就顺路啦，人也买几只的啦，做得么啦？好么啦？好啦，先这样了。阿哥，松拜老母讲的事情，唔伫你吃动用的。哪个事情？无啦，俺想讲，遐2年，俺等你唔做个办，提防老你妈，要动手的啊。俺想讲，俺做的可以是老乡哥分担天租的，唔伫做得无。亚香哥啊，16岁就出来的，hand到地步苦工5年，奈何有安尼才挑嘛？唔系啦，俺好啦好啦，莫小屁眼头啦，啉酒啉酒。冇做安尼啊，茶厂啊，欠钱扣茶，你有本事做美台来看啊，都是我当看啊。哎，来，
对嘛？啊，即马车场的代志安怎？我就是想讲要到阿姨那咧处理啦。我想讲做半年了无工过，我讲直直的咧猛行。啊，外口就我来做，我嘛较规心嘛。好啊好啊，半年当啊无工过安尼。会使啊会使。啊，想讲闲过的，咱斗相共一个呢，牵一个啦，哎呀。安哥，阿顺来啊。来这哈。阿姨啦，那很难。张经理，我是 Christine 啦。啊，对。干。张经理啊，你礼拜3跟我提过说你想知道一下那个昆山那片厂房的价格，我帮你打听出来了耶。晚上我们碰个面好不好？拍张哥来，拍你啊叫我，拍张啊来，来，干什么？八家。这个。你为什么来这里坐？干嘛呀？我坐这边就好了啦，快点，好可爱。不要，这么难，每次都说我坐。啊，坐。耶，八家。哎呦，老板，好好跟我聊天，八家。聊什么啦？你不听我坐一下嘛，你们聊。这个给你啦。人家不要塞口香糖啦，我可以去弄大一点，这样比较好塞 LV，你说一下可不可以？有啊，你现在很大，那个溜不到不是装了2个了吗？哪有？你很坏耶！真是的。哦，你坐好嘛，你这我很热啦，坐好啦，去拿杯子啦，快点啦，我要喝酒啦。哦，好啦。你干啥啊？啊，我做啊。啊，头一两个人啊，恁头家啊？嘿啊，直咧甲我定啊。你看也好定啊。你讲啥话？啊，我搞到溜来啊，还好还好。杯子来了，喝这好不好？我加水哦。直接喝啦。再啉啦。水呢？加八就怕什么？我等下工作了，快。灌到水啦。没关系。好，来。干。好，有了，我买，哎，在路上啊，要过去了，好，我知道，好。姐姐，唔来哦。调羹唔好。啊，要2日的面包，但是买铁的，我听早过来看好冇？都是大面包，我再留本。调羹，我今本年生理刚好，做得咱买胖哦。来向阿妈妈叫下事。真紧的哦，生理刚好哦。很强哦。后去一套2张20的面包，还便宜算本。好，按时洗调羹。包起来哈。2个人煮好。按时洗。按时洗调羹。老板。你面包都今天做的吗？你担心就不要买啊。
那么大张哦，你没有零钱吗？老板，你动作可不可以快点？我车在外面临停。不好意思啦，我们这小店每天赚的不多，所以比较不好找啦。1600，哇，700按斗你。警察，你好，我车不见了，在那边面包店那边。先不要紧张哈，里面有没有贵重物品？车子本身就是贵重物品啊。那我帮你做个资料哈。啊，啊，里面请，里面登记一下啊，登记一下资料。妹妹，唔是这样，老叔叔讲，刚好发生什么事情？难道皇家立场吗？你可以叫我 Christine。几点的时候你发现你的车被偷20分钟之前。你是这里出生的？警察先生，你动作可不可以快一点？我的车、我的手机、我的电脑，什么东西全部都在车上。拜托你动作快一点嘛！我还要赶回台北哎，很多事情要处理哎。那你的车牌号码几号？车牌号码几号？我车牌号。哦，有冇較黑眼哦？今日有冇來人啊？其實人查落去2點鐘，個鴉片青撈你，奶老媽媽漳州得做生意存錢。没关系，慢慢来。我不能慢慢来，你可以慢慢来，我不行。你可不可以赶快，动作快一点，找回我的车嘛？你们可不可以去调一些，监视录影器画面之类的东西？那你的车在哪里被偷的？面包店，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？面包店。警察大哥，警察大人，你们可能在电视上面看过我。对，我就是那个卖房子的。阿你爸爸呢？弟，有一年出去去某镇了。
干地基做嘛该无做嘛？对，我帮很多客人服务，很多立法委员、老板都是我的客户。我车在这里不见了，在这里被偷了。我拜托你们不要让我打电话叫他们来这里帮忙。好吧，我帮你问看看外面巡逻的严谨。唔怕啦，跟老叔叔讲，唔该下本床就买东西。警不安部的是你1600了。学长，那间面包店的监视画面拿到了。好，谢谢。就他，这边，这个人你认得吗？叔叔呀，我去顺咯，顺沙人情况啊，前面都讲个几个些阿妹嘛。佢阿阿妹20人前面都有妈妈嘛。我着约好咧，12点去皮市人茶的地方，等伊向下做。12点？嗯。还有当久呢？我先去种个爸给骗亲妈妈，我听说种个爸有看到个咧些阿妹啊。做得咯，种个爸去买种个路线，并且顺路的路线行较远，你认识同多人？我听说佢真认啲哦。我先去请种个爸了。好，生意哦。嗯。记得咯，呢個無情到人媽媽出咗嚟派出所，點啊？啲。给动哎！好厉害！你以为跟那些小朋友一样，是不是？偷上什么修理车？哎，我是谁？大奖！没有这双臂我才不要！我跟你讲，真的好厉害哦！来，我帅不是1天2天，哎呦！大奖，你这次真的成功了耶！什么？你啊！啊，我跟你讲，我是看时机的。开车，好厉害！你以为我平常在干嘛的？没有大的我才不要！我跟你讲，真的哦。给够。几点？好。钟爱爸。哎，佳佳，你来呀？钟爱爸。哎。有看到我妈妈冇？妈妈。有啊，我冇请到伊呢。钟爱爸，警部安部有看到比我较大意思，做红色嘅啥些阿妹冇？唔过太细，都给红色的。冇呢。哦。佳佳，俺唔会妒忌嘛？唔会。哎呀，可能你挺妒忌的。好啦，阿爸抢人家中的啦哈，做的啦哈。哎呀，来，啊，阿爸抢你吧。俺是谁哦？我会拿。哎呦，买中了哟！哦，是的，中了哟！来买中了哟！老板，买中了哟！你认识这个人吗？哎呦，买中了哟！哦，是喽！阿爸歹勢啊！我記得要請到了3人，鼓手較無禮貌。哦。老你買一紮鐘誒？哦，買一紮鐘啊你。嘿。
敢唔迄那边客家人啊？我迄伫俩出世啦。也出世啊。20元。好，谢谢哈。这师姐，我当年最好吃你的粽的呢。咁有样。我妈妈到了下还会想到你呢。真假咯？带阵迄本我妈妈是给顶做要动欢喜的。唔记做，看一下咯。看一下。咁请说嘛，对吧？伊可能吃到后告啊，老爱查死者。安尼啊？你识记吗？冇看过佢，冇看过佢。嘿哦。好啦，安子说哈。唔会啦。这朋友会往外边呢。爸爸头拜家家，带我来老钟的爸买钟的，我当上帝。我当上帝。妈妈讲，爸爸今天才会转来。唔想唔说，就照他跟你，都蛮好等的。有关心吗？有费事力吗？我会将会上心比啦。妈妈本来去加见，无定当去卡拉 OK 买东西，因为几次都给骗，东东试试东东。故说几处喺亲家去，我想去加骗亲妈妈。卡拉 OK。老板娘，我妈妈今天晚上有过来这里吗？没有哎。那你有看到一个穿红色背心的女生吗？没看到哎。来啦，啉啦，啉啦，喝啉啦，啊，无你帮你动，帮你动，我是弄的先做啦。请问一下，啊，我跟你讲，你认不认识这个人？我卡是每个回来人对我大声细声。你是谁呀？我。不要气嘛。
老板娘，请你看仔细一点。你要是认识这个人的话，麻烦你告诉我他是谁。你怎么会问我嘞？你认识他，你要跟我讲。麻烦你看仔细一点，好不好？你去问别人嘛。喂，老板娘。我饮酒哈啊，是这样。哎，八酱哎，哦，啊那迄个叫烟斗啊。你说他叫什么？我们都一起喝酒啦，啊，对他说要回来找我喝酒啊，人是走去对啦。你说他叫什么八酱？哎啦，叫八酱啦。那他现在在哪里？伊他可能在神坤那边收钱呢。他事业做很大，你知不知道？我想问你，为什么你每天那么忙，可是都还没有变成大哥啊？那你是懂什么？我是累积实力呀。积实力？啊，不然呢？神坤。我就是。哦，你好。坐。你找人啊？你怎么知道啊？请问一下哦，八酱今天晚上有来过吗？来过，又走了。你要找的就是他。是。拜托你帮忙啊！八酱啊，他小孩子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。只要能帮我找到八酱，多少钱我都付。随缘了。八酱是在这个地方长大的。那他现在在哪里？他每天晚上就是跑来跑去的，很难说啦，说不定等下又跑回来了。你说你知道他在哪里的？收了钱就应该要讲啊。好，我帮你补个签。今日贵人曾试面，相逢却在秋下交。这什么东西呀？签是上面说的，你找到了，不过时机不对。你说你知道他在哪里，收了我的钱，现在呢，用这张破纸就想打发我啊？签是上面说的清清楚楚，你一定找得到他。你是在耍我吗？我知道八酱是来跟你收保护费的，他问的是哪一路的黑道？黑道？对，黑道。你意思是说，无所事事、不劳而获、还理直气壮的？我觉得大家都好像是黑道哎，你是不是啊？我真是急疯了，我才来问你这种人。我还是收命聽啊，信唔信哦？猜唔啊？靠一家较痒啊，蒙你啊，大宋来死嘅。哎，前面那个停下，我要吃肉圆，我要吃肉圆，那里，一
停下，停下，停下！哎呦，来个霸丸跟四神汤好了。很烦呢你。肚子饿，吃一下东西嘛。你不饿哦？喂，阿英哥。八家路上一台起火车。喂，阿英哥。真的哦？莫小屁哦！真的呀假啦？姜伟，谈好些哦。肯定老查事过来，对吧？好。怎样啦？从头到尾一直瞪我，瞪什么？小气鬼嘛！不过就是要吃个霸王而已。安静啦！吵什么啦？凶什么啦？还讲话？吃大便啊你！快动腿！一条正，跳出来就正。二位大。跳了！跳了！你唔敢啊？我即摆你讲哦，欠2支哈，规支2支，2支啦哈。后一届4支啊！啊！在哪比赛？啊！咋笑啦？我妈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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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啦！我妈呀！哎呀，物件我摕做。我妈呀！了啦！我妈呀！你是要痛哪笑啦？快快！够啦！小妹啊，哪学嘞？趁钱无遮简单啦！呀！干嘛不讲话 ？Hello？ 先生要买口香糖吗？大哥，口香糖吗2条5块？1条10块钱。谢谢啊。谢谢。你说八将开车带你去多丰，对啊，然后呢？然后就把我送回来，又把车开走了啊！我在忙什么？谁知道他是不是外面有女人？一定要找他问清楚。讨厌，留我一个人在这里。他有没有说要去哪里啊？没有啊，他就自己把车开走了。我也觉得很奇怪，一个人到底要去哪里？没事。先生要买口香糖吗？有代志就安尼处理啊。
给我起来！八将在哪？八将在哪里？八将在哪？小姐，好像没在这边看过你哈。贵姓大名啊？哦，我叫 Christine。这是我的名片，请问大哥怎么称呼？大哥，你认识一个叫做八将的人吗？不认识。那大哥啊，请问一下，你知道谁认识八将的？哦，你们认不认识八将这个人啊？不认识。哦，不好意思。唱歌啊，唱歌啊，哦，来啦，酒给啉一罐啊，来，抽烟。好啊，唱啊。喂，安哥，你也都在同奶喏？无啦，我想讲，我阿孙个啊，实在较方便咩？阿孙的家乡也无去嘅，做嘛安尼偷偷帮帮？无，弟啦，无试过安排条去查啊，上公时尚啊嚟啊。阿江哎，你同我谈后生哦，前熟后生啊，天等老查事都查错，落成家乡。汤有冇？哦，弟啦。烟枪杯，来杯灌枪。哟，佳佳，大昌叔叔，用一三烟提啊，妈妈咧？外面唔伫诶，你人过来。我电动救的吼，做唔得，一三烟提啊电动的，给大昌叔叔打电话。唔讲，我妈妈过来，全都我会用家啥？唔怕啦，等大昌叔叔来联络吧，吼，讲去大昌叔叔屋卡，妈妈一来，我移出去啊，嘿嘛，等下啊，呀，你老公若转来吼，你就甲讲，讲是伫阮兜，没等，做囡仔，用中医上有的。面银行多，买多少？打上去。还没不用等，不用等手，不用等。哎呀！哎呀！好啊，壮观啊！
好意思。不好意思。你是谁？啊，我叫 Christine， 我在这附近长大的。听说你是这边的夜市长哈，认识的人很多哈。我有一件要紧的事情，想拜托你帮忙。全身穿名牌的小姐也会找一个游民帮忙啊？哎，阿叔，哟，都讲行。样哎，我知道来到这种蔬菜，来一个流浪的讲法，当出来讲。冇啦，眼唔啱用上啦。哎，今下真问你的问题，怎么一个人好点点的，会变到安用型的？因为神发条路出有问题哈。啊，这牛上高七界有因，也会变到安用型。我冇上高呢。这也是给人情路上上啊。阿叔，好你当哥，英语啦，差不多投入了后啊，当日早起14点钟的时候，存钱，硬存硬攞錢吃到切啊，硬有痴心啊，尊嚴，身份 TV 有了，當日身份錢啊，上海委託一件事情啊，就係天光夜時計少，聽呢冇做把劍，數據天天拿來檢查。看草壁上面噶有一大桶的 information 冇收到嘅，唔是吃得怪哈。老大还没人穷样，当春讲将来公司批的股票啊，一下变到鸡卵水饺，一些变通天，叭，马个中了。我唔會。唔 Kitty， 唔會。聽阿門，他呀還會發生哪個事？天光還會發生什麼事？你爹啊？所以佢較躺得了。同咱講，變到俺樣型也不差，唔是死計少，也唔是規年當年輸嘅款那種天發冇飛嘅。當夜出來吃飯就什麼，冇就會什麼吃飯。清明你會發現一個人，最基本的需求就會吃飯什麼吃飯。按鍵難聽。我覺得你剛剛說的人生觀很沒有出息哎。出息的清明老紅窮樣。哦，唔捌到運動3萬冇實牌，人運動1多錢。180、1000萬，安尼算伊。多樣事啊，看咱嘢啊，到夢那個窮樣，啵，馬都冇誒。你個想想啊嗱，哎，走來了哈。阿姐，會賭機嘛？會啊。你請阿靠婆準備做事咧，好嘛？唔講，我媽媽過來尋到我，我用架啥？來，大昌叔叔啷講？來表演啲嘛？來呀，來。
哎，可以。啊 ，George 电话几号 ？George，死定了，我们的合约怎么办呢？喂，对不起，我打错了。阿婆有啲无卡无？去到家不卡看出啲嘢啊。去到家不卡，阿婆係有啲不卡，專門講阿婆，你有看到媽媽嗎？好冇？好。啊，對啊，啊，那快。姐姐，阿婆啊，嚴東嚴西啊，佢隻裝頭都被流邊呢，我聽說都看到媽媽呀，係冇？係啊。come on。都忙啊。來呀，有好東西本。忙個好忙個東西。天使送本啊，你看下很用得咯。個壞天使送本啊。壞天使啊，剛剛吃一下很寬帶了啊。然後寬帶。送本。送本啊，要按好。啱講。你啊，莫拿去給馬個刷去邊呢啦，冇馬家。哎呀，你就拿去專門裝天龍的，假使較好，有冇？啊，按仔細哈。條擺味道記啊，望一望也都變，今日哈，幾人會窮樣？冇假？這馬個妒忌的哈，好不好？家家妒忌的。你好，妒忌你會拿東西來我？你做的是六塊。你要選到我，你跟俺有咩本事？你唔愛冇本事。啊！唔愛你啦，老婆，熟識很多年呢，真見呢唔愛你啦。家家好什麼？俺叫人叫喊不通啊。我呀，老人家要去收破單呢。你是要的嗎？要咪冇事的，冇事的，喊到痛啊！要個冇亂事呢，真經痛還是帶你去看醫生咯。哦，好啦好啦，是夢呀。醫生當好嘅。係好啦。喂，阿英哥，嘿。咩唔捌嘅笑啦？唔免講我做態係，我做態做乜叫叫笑笑啊？呀，茶唔上本嚟，我出間買係冇。冇啦，唔咩啦。唔咩就清好啊！睇得老茶事都查錯，莫變鬼變怪哦。哦，好，走的。咋咁菜呢？剛人買去，老人家了，水果。
阿婆，阿婆，草木啊，请问一下哈，你是八将吗？唔是嘞，你都来要坐等下我怎能讲吼？你这个坐哈，好。阿婆，老爸，你今日按补哦？嗯。有看到梁姨吗？俺冇看到。哦。冇看到你。你前个只人做乜鬼嘢啊？你挑我查。把你讲你提你查啊？让你请几人啊？一啦。伊嘛那苏报付费，所以鲁蛮的呀。俺用电影嘛，人提位八仙提位咁啦。哦，你前看好清楚的哦。看无？那个耶稣嘅人我嘅我乜啊？我呢基本书来看咯，哈。我爱做写嚟，我冇让你下。我冇下来啊。哎呀，你可以拿，你自己拿啦。你听听的哦。好啦，真哦。买了有钱，我买冇钱哦。请问啊，该八将黑大贤夹露胎哦？对啊，我人算算啊，一查了下眼睛应该伫个厦门，那查好个呢，拍伫个上海，个卢航，还有个你呢啊，应该就去公司。你迄个爱查本人死去查查创诶？查查创伫哪？警察说唔定系内地啊，问啊，你话问问。大贤哥，不好意思，之前有眼不识泰山，有什么冒犯你的地方，还请多多包涵。亚比，我先走。讲哦。我靠！客家人哦，人生来按酱，酒又啉到按阿沙哩，难怪事业我做到按太好。大贤哥，你那一天爱长地，你人面按反，按到上天的而考你啊？他家想象呢？八将老爱家茶，我相信大贤哥，你听错动手脑筋吼。歹势吼，我无做安尼生意啦。我要做房地产的，是要靠朋友，有嘛个问题，要有总比我老爱听数。给唔允许好咩？喊走得啦，大贤哥，我想你老爱宽容，冇嘛个问题，就唔会麻烦总比哈。我的大贤哥，你亲有才挑。我是想要老爱的茶，还有茶毒风的东西请转来。作为大贤哥老爱天数请到八将，我天天去派出所报案，这两件事情冇发生过。按讲的什么做安尼讲咧？我做得老天数啦。我想啊。
而请到巴掌，应该没乜个难事啦。你都要坐一下，1、2點鐘了後，大天花都派出所問一下，應該冇乜個問題。大成哥，你老唔 Q 下去？唔是啦，你係唔相信我也冇辦法同聽數。我有自家做事情的方法。跟着前面那台宾士，黑色的，快点，快点！你要是没有跟丢，这3000块就是你的。喂，安哥，牙婆會巴嚟啦，喺唔乜嘢台茶，行我喺外出面，我一下講乜嘅啊？你就走到我花咗我，一下停定啊，老茶士到阿奇那店門口。哦，走的。大天花板交通區，喺叫到嚟調查。哦。還有啊，茶邊邊搶來，冇出事情哦。我聽真來講。好好。哦，我知啦，有，我要處理啦，唔放心，保證冇乜個問題啦。係啊，處理好嘅哦，好。好啦，好，外邊落事。哎，慢點。哎，警察局吗？哎，不好意思，我这边是中华路88号啊。哎，对。不是啊，因为有一台车停到我们店门口停很久了，从晚上停到现在。啊，因为我明天早上做生意啊。对啊，你可以来帮我看一下吗？哎，中华路88号，麻烦你哦。哦，谢谢。OK， 好，拜拜。跟紧一点。哎，下班了没？吃早餐啊？干嘛？去床上吃啊？他们走了吗？哎，是哦。好，我叫小哥，好，我有叫来了。好 ，OK。好，OK。哎哈。我的车！哎，别跑！屌爷！超过这台车，快点！掉，干命啊！给死！快，我的车在那边。哦，好了，快跟上去！出马了！我操！快点跟上去！
电脑呢？哦，手机、电脑、合约。阿贤，娘爱拜托你哦，拜托阿嫂，咱爱带了孙了，阿贤，咱爱带转来，还是创了孙了，俺爱靠了孙了，要心目拜托拜托，咱爱带转来啊，要把人家人带转来，心目啊。George， 还是我。高董事长那边，你帮我送一个5000块的捧花，王小姐跟张经理就比照办理。上海开市之前，记得钱要汇进去，叫注册公司派一辆车过来啦。联络一下赵立伟、张律师，问清楚，我要知道我有什么赔偿的问题要面对，还有刑事责任的事情，你也给我问清楚。就这样。冇认定爱哦。我认得啊。昨天我是在这里跟你报案的，不是吗？既然你来报案，为什么不跟我们合作，偏偏跑去找大贤，把事情搞这么严重？我要尽快找回我的车啊！而且我也找到了啊。是啊。赔上一条人命呢，那不是我的问题哎。唔知佢唔記得你咩？
亲亲关不的呢？俺没去啊。歹势啦，咱嘛摕起的，姑嫂伫卡拉 OK 又吵架一下，怎会可以无电动啊？哎，结果出来以后，万奈都听唔懂呢。今妹好等也大上叔叔，人来讲滴呀，我怎会滴？警察叔叔，迄阿婆隔壁人来讲，做到冲啊千几年诶。去家好好，就老生意迄去做诶啦。下伫天通间咧寻到去，去后任务全无。啊，错啦，这的钱也比死摕了哦。警察先生，迄无安尼啦，记得有钱哦。算嘞，我着唔想要过去啦。记下按说啊，有恩待，唔好啦，吼。好啦，我了解你的意思。我也为老家要看你联络过的啦。王太，比了做体以后，还有条长需要走，姑嫂，拜托也着再坐一下哦。哦，好啊，唔去无限啦，歹势哦，落够的呢，歹势。安子生呢？姐姐，叔叔我去买就，也附近的有一间店买猪笼饭当好食咯，也着等一下，我去买来，请老妈妈看下食，好吗？唔是啦，唔是啦，唔是啊，麻烦啦，真紧啦，唔是啦。唔是安尼讲啦，姐姐好运动也可以，出体以后我张转也着看下转。真紧唔是啦，落够的呢，歹势啦。无安尼讲啦。警察叔叔，唔做得带份本给你姐姐什么？妈，我去食啦。你讲的迄个卖做饭迄伫哪？买装一本事啦，还想会是嘛该？好，等下哈。妈，我根本就无想要上班嘞。转一当人讲吼。到黑暗嘅歌，渐渐流爱帮助。细细时间小嘎，市长，我撩下台总，走一块嘛。真的。从地上上一条一条落
散了。